Hello，我係 Atlas。咁作為年輕人呢，我發現呢，原來身邊其實有好多同齡人呢，其實都係冇買到保險啦，無論係儲蓄啦，定係危疾啦。有人會覺得到咗真係有病先嚟醫都得，但係其實有冇諗過，即係到時又係咪真係又拎到筆錢出嚟呢？即係醫個癌症其實都係需要即係大約100萬啦。咁如果唔好彩復發，其實係需要去到成幾百萬啦。其實又可唔可以及時拎到出嚟呢？其實對於一啲即係普通嘅家庭啦，我諗可能係要去問到銀行借錢啦，或者係買咗層樓先會有呢嚿錢啊。咁其實我覺得咁樣係會影響到自己，甚至係影響埋屋企人。而企喺佢哋嘅角度呢，會覺得及時行樂呢，其實會更加之重要嘅，即係唔需要諗太多啦，將來未發生嘅嘢啦。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嚟講，其實我覺得都係啱嘅，即係對於一啲即係會令到你自己好焦慮啊，或者係好煩惱嘅嘢啦，唔去控制佢，活在當下，其實反而會令到自己活得即係輕鬆愉快、開心好多嘅。但係對於一啲即係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呢，譬如話生命啦，或者係自己將來嘅人生嘅一啲目標啦，其實係可以透過保險呢一樣嘢去買一個保障，或者係理財規劃去達到你自己嘅人生目標啦。譬如話想喺幾多歲買一層樓，或者想買部名牌車，又或者去一個好遠程、好深度嘅一個旅行啦。譬如話南極啊、非洲啊呢啲地方嘅。點解年輕一代咧會覺得危疾係冇需要呢？即係佢哋會覺得即係自己即係健康啦，即係咁後生，即係身體機能其實都好好咁樣。但係其實我就覺得即係機率，其實癌細胞係屬於機率嘅問題，只不過係細同埋大嘅啫。即係每個人身體上邊其實都有一啲癌細胞。咁即係無論你即係可能作息定時啦，食得幾健康啊都好啦，其實佢只不過係即係都係存在咗喺度，只不過可能有一日會爆出嚟或者唔爆出嚟，呢個係一個機率大小嘅問題啦。同埋而家譬如話，而家有好多人其實胸啊，無論係胸結節或者係肺結節，其實都會有嘅。咁即係對於一啲好多女性嚟講啦，我覺得其實胸結節其實係一個好普遍嘅一個問題，只不過佢係未變到去一個癌細胞啫。咁同埋而家其實都市人即係可能返工壓力大啦，即係呢啲嘅問題。咁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隱藏性嘅問題啦，其實係有機會即係變成癌症啦，亦都有機會係變成惡性腫瘤咁樣嘅。而對於有啲朋友啦，會覺得公司會有一個醫療保咁樣，咁其實我就覺得，咁其實公司都已經有醫療保，咁我就唔需要再買一個危疾保啦，咁樣，咁就會覺得嘥錢咁樣啦。咁但係其實原來醫療保同危疾保其實係唔一樣噶啦。醫療保就係保險公司會幫你 cover 晒所有嘅醫療嘅費用啦。咁而危疾呢，就係當你病咗，保險公司會賠一份巨額幫補你嘅屋企替代你嘅收入咁樣。所以其實兩份嘅作用其實係唔一樣嘅咁樣。咁公司嘅醫療淨係報銷住院啊，同埋一啲治療嘅費用啦。即係保額其實始終都係有限嘅，咁譬如話多數都係2-3萬咁樣，咁而離職呢，其實就會失效咗，即係你份醫療保險就冇用啦咁樣。所以佢哋嘅保額呢，如果係要一啲高保額嘅，通常都淨係 for 一啲重要嘅一啲員工啊，譬如話癌症要特殊治療，要標靶藥，可能已經其實超過咗公司嘅一啲醫療保啦。咁其實患上癌症啊，一啲中風啊，通常都係需要長時間嘅一啲休養啦。醫保其實唔會賠償到你病咗嗰段時間即係冇得返工嘅嗰個收入，佢又冇得去補償返俾你嗰個收入嘅損失，而且又唔可以幫補屋企。咁所以其實危疾呢，就係發揮到呢個作用啦，就係當你真係患病，佢會有筆巨額去幫補翻你嘅屋企同埋替代翻你嘅收入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就除咗醫療保之外，其實危疾都係好需要嘅。而另外一點呢，就係關於受保事項嘅，即係喺健康情況之下呢，先可以全部保障。員工福利我哋係會去做咗體檢啦，譬如話
一啲好努力返工、工作壓力大嘅呢啲員工啦，咁我哋體檢到可能一啲身體上有啲小問題潛伏咗喺度嘅，又或者係基因嘅突變。咁如果真係body check 到係有啲小問題嘅，咁你呢個時候先嚟買保險嘅話，其實你會係出現一個不保嘅事項啦。咁到時先嚟買就會非常嘅蝕啦，因為佢係譬如話我當body check 嗰陣時，我係 check 到自己係有一啲胸結節嘅，或者係肺結節嘅，跟住我先嚟買保險嘅話，其實佢係不保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呢，喺年輕嘅時候，即係配置一份簡單嘅一個危疾，其實係一個保障啦，即係 for 你自己真係OT 啊，真係可以安心咁樣工作。咁其實就算你三餐不定時又好，OT 又好，其實都係一個基本嘅保障啦。咁譬如話我即係上年有個朋友其實撞車嘅，即係佢被動咧就係做咗一個 body check 嘅，即係佢但係事先其實佢係自己已經買咗一個一個保險啦。咁5至6月核保成功之後，7月就無啦啦就撞咗車咁樣，跟住先發現到有一個肺結節咁樣。咁其實好彩係受保嘅，因為佢喺撞車之前其實係已經核保成功咗啦。如果未買保險但係又想買保險嘅朋友呢，買之前一定唔好做 body check， 因為做咗 body check 咧，可能就會出現一啲不保嘅事項啦。而最後咧，就想講翻保費呢一樣嘢啦。咁其實越買就越平嘅，即係譬如話我喺18歲買，同我喺26歲買，其實個保費已經相差咗一段距離啦。咁所以你越早買，其實就會賺咗咯。而且喺身體健康嘅情況之下咧，早買幾年啦，咁到張單可以多滾存多幾年。咁其實當你退保嗰陣時拎翻出嚟啲錢咧，亦都會多翻幾年嘅錢。咁以上咧就係關於幾個事項啦，我係想分享俾大家嘅。